家好，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今天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Let's go！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环宇珠算协会我们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志工团的这个会长 Iris 你们这个摊位今年准备有什么样的活动来吸引我们的小朋友？所以呢，我们是环宇珠算学术学会的志青团，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让小孩子去体验跟去制作他们自己的小算盘，可以回家去玩啊，去学习我们算盘的历史跟它是怎么用的这些用处。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些这样子的小算盘，上面就是每个都是像5的，然后下面每个都是1。那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一起这样做。那做的话呢，我们还有就是让小孩子就是可以去练习去算啊，去学习这些数学跟心灵的一个心算的一个做法。这样子的话，像我们那边呢也有我们大的就是算盘，这是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去教学去用的一些材料，然后今天我们全部里面都是我们志青团的一些成员跟员工，真的很感谢大家们来抽出时间来跟小孩子一些互动啊，教一些做这些事情的。是算盘真的是一个很古老的记忆哦。是。那所以今天有多少人能够来一起共襄盛举呢？哇，就是我们今天很 lucky， 就是真的有很多小孩在广场端玩啊，可以来就是去表示我们这些珠算的这些用处这样，所以我目前做了很多吧，很多，对，就希望就是时间过去可以做更多，然后吸引更多小孩去来玩，然后去认识我们这个的历史。对，好的，谢谢你们，希望你们每年都来。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明年等你哦，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拜拜。